嚟到2026年嘅6月啦，已經2026年咧差唔多過咗一半啦。咁多倫多地產管理局又出咗2026年嘅5月嘅數據啦，咁我哋即刻就睇一睇啦。咁首先呢，成交宗數咧就回暖翻少少嘅，而家嚟到咧6583宗啦。咁去年同期咧就係6195宗嘅。咁成交價格咧就係、都同舊年同期比咧，亦都係依然係下跌啦。而家係嚟到1069000啦，舊年咧係112萬嘅。咁我哋睇一啲分區嘅數字啦，同埋唔同戶型嘅數字啦。咁其實咧，所有分區同埋所有戶型咧都係下跌嘅。呢個月如果同舊年嘅同期比較，咁其中下跌得比較多咧，其實咧就係detach 啦，就下跌咗416地區下跌咗6.5%啦。905地區就下跌咗3.9%嘅。416地區咧，另外下跌得比較犀利嘅就係有 townhouse 啦同埋 condo 啦，都分別下跌咗5.5%同埋5%嘅。咁905地區嘅其他戶型咧，嗱 semi-detached 就下跌咗6.7%啦，townhouse 咧就下跌咗6.6%，咁 condo 咧就下跌咗9.5%嘅。咁咧，我亦都係好似以往咁樣咧，做咗一啲用 AI 做咗一個係月份 detached house 嘅變化俾大家睇啦。咁睇一睇多倫多地區先啦。多倫多地區咧，收翻細啲畫面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咧多倫多地區嗰個 detached house 嗰個平均價格啦。咁而家咧，其實咧去到5月咧就有少少回升嘅嚇。咁去到165萬左近啦。咁上個月咧係100未到140萬嘅。Markham 咧就大概都係喺155萬至到160萬嘅位置啦。Richmond Hill 咧就下跌咗，Richmond Hill 咧就上個月咧就做緊172萬，今個月就做緊160萬、差唔多接近150萬，未夠160萬啦。咁 Aurora 咧就做緊180萬嘅，可能做咗啲比較貴嘅房屋啦。咁4月嘅時候咧就做緊145萬啦。Newmarket 咧亦都係做緊125萬，上個月咧就係做緊115萬嘅。咁以上咧就係 detached house 嘅變化啦。其實咧近排咧有好多 detached house 我哋自己團隊做咧，亦都係價錢比較相宜咗好多嚇。咁所以亦都見到啲買家咧，亦都有多咗好多人睇樓啦嚇。咁雖然咧買家購買嘅意欲咧未係好踴躍咧，但係咧其實一啲比較抵買嘅detached house 咧，其實好快咧就listing 2-3個禮拜之內咧就已經可以好快咁樣出手到。咁亦都要即係有陣時亦都要睇下即係業主同埋買家嘅心態啦，即係大家夾咩唔 match 到啦。因為有陣時業主如果仲停留喺舊年2025年嗰個數字嗰度咧，其實就而家未必做到嗰啲價錢咯嚇。咁相反買家亦都唔好話望住嗰個價錢，其實如果你睇下市場嘅平均價格咧，如果做到同平時而家現有嘅市場平均價格已經再有回調，佢都願意接受咧，其實呢個已經係你入手嘅時間啦。因為咧市場咧其實已經調整咗一段都可長嘅時間啦嚇。咁而家呢個價錢咧，其實咧已經係去到2021年啊，或者甚至乎有啲房屋係去到2020年嘅時候嘅嗰個價錢嚟㗎啦嚇。咁所以就如果係真係有心購買嘅咧，其實就要把握呢個時間咯。就可以傾嘅價錢係有，但係咧唔係話可以話一斬人10幾個 percent 或者20%咧，其實咧就未必係太可行啦。除非嗰個人好等錢使啦。但係好坦白講咧，即係我自己都同啲同事講，如果嗰個人肯斬20%嘅，其實好多時經紀已經買咗嗰啲盤啦嚇，咁就未必會喺市場度出現添啊嚇。咁呢個係即係比較現實嘅情形咯嚇。咁大家喺市場上見到啲盤，如果係比市場價格其實平均價格或者附近嘅成交已經係低嘅時候咧，咁大家可以考慮咧，其實可能仲有2-3萬去傾啊。咁樣呢啲咧，其實已經係比較可以入手到嘅價格咯
嚇。咁希望大家明白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呢，可以有唔同嘅樓房有興趣可以隨時打俾我，我係 Philip。多謝大家收睇。